哥，他们说我是谢逊，我不想当金毛狮王了，你给我做个离子烫拉直一下。给你拉直吗？啊，好吧，那我给你拉直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出去炸街吧。好呀，向左，向右。嗯哼嗯哼。 ，Let's go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鱼，头发做的，对，头发做的造型，这是头发吗？啊，有一点点假的，发型师厉害。可以呀、可以，没关系，我来拿吧，你来拿。哎呦我的妈！给它侧面，因为正面看不到，正面看不出来。鱼啊，对呀、看出来了吗？像不像我的头发？不像，给你看一下，爸爸。对呀、是小鱼头发。顶着这个造型去炸街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那肯定要惊呆路人。嗯哼嗯哼。 ，Let's go。